要教他们，其实不是我教，你要教，是我要教啊。对啊。好，我们来玩这个好了啦。因为通常我们想要跟大家做一个互动的时候呢，就会拿这首歌来玩。这一家是什么餐厅？乐和。月盒子。然后。西班牙餐厅。对，西班牙餐厅。所以。 它有些卷舌音、弹舌音是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啊，中南美洲的发音是，会不会？跟那个跟那个一样。不是那个什么可口可乐，好喝吗？好不好喝？啤酒好喝还是可乐好喝？都一样。 来，我们来，我试试看。哒啦哒哒啦哒。巴拉巴巴拉巴。好，再一次。会啊。哒啦哒哒啦哒。巴拉巴巴拉巴。哒啦哒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。 哎，太厉害了，我们回家了。这是我们演出里面最厉害的，全部都是啊！你看谁唱错的？好，谁先来？你跑那么远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来试试看，来 ，1、2、3、4。 对，就是要等你们跟我们一起结束啊，要不然我们结束前不知道怎么办才可以啊。